柳娇娇，没想到你也怀孕了。不过你猜，王爷会更喜欢谁的孩子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成胎儿了？姐姐何苦赶尽杀绝？当年抢走一个个还不够，如今连我也不放过吗？你别想得逞！姐姐，我听话，我不会让月哥当长子的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吧。柳娇娇，你这毒妇，为了不让瑶瑶诞下长子，你居然推她下湖！我没有。我的肚子，一宝哥，我的肚子好痛，孩子，我的孩子没了。哼，若瑶瑶有半点闪失，本王要你偿命！快传太医！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爱上袁弘毅这个混蛋。柳娇娇，袁弘毅，这不是我看过的虐文小说吗？早之前我都活不到出生就被害了，我怎么这么惨呢？绿落，你也看到了，柳凤瑶是自己跳下去的，可王爷为什么就是信他不信我？王妃，不管怎样，孩子是最重要的，你还是先喝药吧。小说里柳娇娇喝完这碗药就流产了，不行，我才刚投胎，还不想这么快绝缘了。娘亲别喝，这是打胎药。绿萝，你有没有听到小女孩的声音？没有啊，王妃，这屋里就我们俩人，您可不要吓我啊。也许是我听错了。娘亲别喝，那是打胎药，快丢了它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她叫我娘亲，难道我的孩子已经有意识了？娘亲，柳凤瑶落水后早产生了个儿子，她为了不让我承生尊宠，要下药把我打掉，只要你千万别喝。姐姐，我来看你了。呀，这不是王爷特意求来的安胎药吗？听说一副要30两呢。姐姐快趁热喝，别浪费了王爷一番心意。妹妹今天这么关心我，不会这药有什么问题吧？姐姐说的哪儿的话，这可是王爷跑了3天才求来的，多金贵呀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姐姐，快喝，对宝宝好。既然是金贵东西，不如妹妹先替我尝尝。姐姐别开玩笑了，这是给你求的安胎药。再说我都生完了，怎么能喝得了呢？既然是金贵东西，那当然要妹妹先享用了。而且，你刚生完孩子，需要补。给我喝下去！妹妹吐得这么急，是嫌王爷省的药烫，还是知道药里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姐姐说的哪儿的话，是这药太苦了，我一时受不了。在闹什么？王爷，姐姐硬要逼我喝安胎药，我现在感觉肚子好痛，不知道有没有事。她刚生产，你就让她喝安胎药，快去找太医。柳娇娇，你就等着挨罚吧。不过是加了补药的安胎药，你就这么紧张？怎么，怀疑我下毒了？那你喝了吗？喝了又如何？你给我不就是让我喝的？住嘴！这是安胎药，快喝，保住孩子。这王爷还是心软，让人去煮安胎药了。就知道他心里还放不下那个贱人，幸好我早就在安胎药里下了毒，打胎药我也让人送过去了，不管喝哪个，他都得死。
怎么会有小女孩的声音？不行，女儿已经有意识了，我必须护好她。陆娇娇，你发什么疯？娘亲吐得好，下眼别为那小崽子给你下催生药，心机女还换了双倍打胎药，连安胎药都下毒，想让我们一尸两命。这声音竟是从娇娇腹中传来。袁弘毅，你害我女儿一次还不够，你还想害第二次？月哥是你的孩子，我女儿就不是吗？娇娇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他就是这意思。娘亲，刘凤阳为杀我，给月哥下药，谎称要我心头血当药引，实在想害死我。娘亲救我，我不想死。袁弘毅，你当我是任人宰割的蝼蚁？今日你敢动我女儿，我先杀了你再自刎。娇娇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头！柳凤瑶现在人就在门外，信不信他马上就来装可怜，说月哥不行了，撺掇下野王爷对娘亲动手。一哥哥，月哥要吐了满床的血，李太医说他熬不到天明了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！王爷眼神不对，难道他怀疑了？你看，他人一直在门外偷听，就等着进来演戏了。不信，去看月哥是不是真那么严重？一哥哥，月哥又吐血了，李太医说他熬不过几天了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月哥病得太严重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就用我自己的血做药引。虽不是长久之计，但是为了您和月哥，瑶瑶什么都愿意做。瑶瑶别怕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一哥哥，是不是姐姐不愿意救月哥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孩子是无辜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，我死都愿意。瑶瑶为了月哥连死都不怕，我竟怀疑她。心机女这演技炉火纯青啊！下一刻肯定小拳拳捶你胸口，再哭说你为什么阻止我？你为什么阻止我？月哥要是有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给亲儿子下毒，还要取我心头血，也对，死胎也能用。到时候娘亲一尸两命，你停药谁知道是不是我的血治好他？刘凤瑶，你敢动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袁弘毅，你放开我，还要害我女儿！不就一碗药，闹什么？来人，让太医过来查清楚。回王爷，这确实是安神药，王妃觉得有异，许是孕期心绪不宁，下官开几剂宁神方就好了。一个瞎了眼的渣爹，这药渣颜色发暗，分明混了乃仙根，吃下去我们都得没命。都怪我惹姐姐生气，若非月哥高热惊血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所以罢了，月哥安危要紧，走吧。瞎眼爹蠢死了，他们分明一伙的，活该女人做人，以后后悔一辈子。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小女孩说话？哪有什么小女孩？一哥哥，您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去瑶瑶的房间里，瑶瑶给你按按。傻娘亲，你总把委屈咽在肚子里，才让心机女钻空子。其实爹爹心里有你啊，前世你死了，他才发疯成暴君的。娇娇，是我瞎了眼，被毒妇骗了10几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们的孩子，都是我害了你。
娇娇，我来陪你。黄泉路上，慢点走，等等我。最期待的拯救，撑不住的怀中，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。还没到开满花，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。还以为无影踪，记忆里又翻涌。人长大后太难选。两人情话不说，误会一堆，才越走越远。可惜我自身难保，心机女再动手，娘亲可咋办呢？宝宝别怕，有娘亲在，没有人动得了。王妃，使劲呢，孩子马上就露头了。太好了，还以为8个月就被害死，没想到活到出生。可惜我活不久，帮不了娘亲了。只要宝宝好好的，就是帮娘亲了。不对，纸箱有问题，娘，你快跑，不然也是2命了。王妃，你再忍忍，孩子出来你就解脱了。宝宝被收买了，前有毒，妖后有坏人，谁来救救我们？王爷，他要杀我，快带我走！来人，把稳国拖进地牢审问，封锁整个院子，任何人不准进出。是。王爷饶命啊！爹爹好帅，不愧是未来摄政王，更霸气。不好，娘亲要生了，爹爹快找地方。恭喜王妃是一位小郡主，这就是我娘亲，好美，比想象中还好看。长大我要跟娘亲一样美。宝宝也是全天下最美的。娘亲更美，就是嘴笨眼光差，怎么看上这睁眼瞎王爷？不孝女，我哪儿睁眼瞎了？不好了，侧妃娘娘悬梁自尽了！别来救我！月哥娘被阎王收走了，我这个当娘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娘娘，你不要下奴婢了，王爷已经带小郡主来了。娘娘，装，继续装，攥着白绫不敢挂，也给谁看呢？也就傻人傻瓜爹才信，真让他上吊，他送的比谁都快。我不活了！娘娘，快下来啊！娘娘，王妃想要自尽，你们拦她作甚？来人，把这丫头拉下去，重打20大板。走走。瑶瑶，你继续。等一下，一哥哥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和姐姐的，就是月哥高热惊厥，浑身滚烫，我一时慌了神了。嘴上说孩子不行了，房里连太医都没有，就知道吸引下眼别注意，真是好娘亲。李太医呢？王爷，这小公子的病需用同龄血亲的心头血为药引，方能治好。直接报我名字得了，明明能直接杀我，还编傻子才信的瞎话。一哥哥，我知道你不忍心，但是月哥那么小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王爷放心，下官有取心头血的秘术，是不会伤害到小郡主的。我听你放屁！人分明是你们弄成这样的，信不信我用猪血当药引，他儿子照样活蹦乱跳。乖，很快就好。去别院。哭。瞎眼睛，糊涂还不是死？你动我就是畜生不如！儿子的命是命，女儿就不是吗？不想活了。怎么不哭了？
王爷错了，得用跟小公子同龄血亲才行。就用我的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柳凤瑶勾结，我动不了她，还治不了你了。不演好戏，全家陪葬。小的明白，王爷饶命。太好了，一哥哥，月哥有救了。你该谢的是宝宝。谢谢宝宝。装模作样给谁看？也就瞎眼王爷信，重男轻女的诈骗。你笑，也不看看谁救了他。我不是没有你想。李太医，月哥何时能好？回王爷，还得取3次血方能根治。什么3次4次的？这是朕的孙女吧？快让朕瞧瞧。哇，这就是我的黄爷爷，长得好好看啊，简直是英明神武，帅气非凡。哎呀，瞧瞧这小脸儿，真俊呐！朕决定了，就封你为明珠郡主。黄爷爷，您快救救孙女啊！柳凤瑶要挖我心，夏眼蝶还要取我心头血。大胆毒妇，敢动朕的孙女！来人，把她拖出去重打20大板！王爷，你救救我，皇上冤枉啊！父皇息怒，这其中定有误会啊！闭嘴！你这个宠妾灭妻、杀害女儿的逆子，还敢替他求情！来人，把他一起拖出去打了！王爷得罪了，给朕！父皇，乖孙女别怕，朕保护你啊！以后你就叫明珠，袁明珠，朕的掌上明珠。等你满月宴，朕一定宴请宾客，让大家都看看朕的明珠。不要，明珠不好听，我要叫宝宝，袁宝宝。好，小名叫宝宝，大名叫袁明珠，好不好？难道皇上也能听见宝宝的心声？柳侧妃这孩子真俊啊，跟一王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是啊，王府就这独苗，将来准是世子爷。裴贤惠的满月宴办得这么好，我今天一定要让王爷定下世子，抢走那贱人的风头。听说这次满月宴皇上也要来，柳侧妃好福气，皇上都来，这世子位怕是要册封了。哪里，王爷疼孩子罢了。今日是朕孙女的满月宴，朕高兴，就封她为明珠郡主，封地长乐。侧妃不过小妾，皇上一看就是奔着郡主来的，他还凑什么热闹？哼，就是还想抢郡主风头，不自量力。妾身见过皇上，这是王爷的长子月歌。既然郡主都有赏赐，那月歌……王爷爷靠近点，我瞅瞅要我心头血的人长啥样。就是这玩意儿敢动我孙女！惊扰郡主，该打！对主子无礼，该打！见王妃不行礼，该打！是面相和渣爹没血缘嘛？可笑！夏眼蝶为了儿子差点害死我，结果是替别人养孩子，真是笑死人了。王爷，月歌怎么了？为了假儿子害亲闺女，我赶夏眼蝶以后断子绝孙。柳凤瑶，你竟敢！可惜这女人是卧底，夏眼蝶动不了她，不然有好戏看。她居然是卧底，难道她以前救我的事也是设计好的？宝宝困了，朕带她回去。你自己的女人自己管。是。王爷，臣妾错了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
这件事以后再找你算账，还不回你房间去？王爷，哭什么哭？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让皇上生气？跟个奶娃置气，算什么本事？想要报仇，得动动脑子。娘，我可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他身份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没数啊？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柳娇娇一死，谁还知道真相？娘，你可要帮我想想办法。这是无盐花粉，柳娇娇碰到它，脸上就会起疹子。到时候，这法子能成？皇宫马上就要开宴会了，若是他们母女俩脸烂了，你就可以代替他们入宫。别忘了，月哥可是王爷唯一的儿子。娘亲，衣服上有花粉，我好难受。把接触过衣服的人全部扣下。这是无盐花粉，我小时候就因此过敏。这事只有柳家人知道，估计是柳凤瑶干的。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来人，郡主身上突然起了疹子，快传太医来。你说真的？千真万确，王爷已经带着太医去找王妃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王爷，听说宝宝病了，我有些担心。哦，太医还没有诊断出来，你怎么知道郡主病？我是听丫鬟传太医了。哟，还真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侧妃医术高明呢。这是无盐花粉，不少大人碰到都起疹子，这何况是个婴儿？那怎么办啊？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王府不能没人去啊！不就是想顶替我们进宫，装什么装？王爷，要不让月哥替郡主去吧？他怎么说也是您的儿子啊！你看，你就说嘛。侧妃是当我死了吗？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月哥虽然瘦了些，可要不是被姐姐推的，我也不会小产啊。真会编，真以为没人看到你是故意跳水啊？后花园的洒扫丫鬟可是全都看到了。你是说王妃推你，导致早产？我没有怪姐姐，只不过我自己的孩子自己心疼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本王也不必给你脸了。正好你落水那天，后花园有洒扫丫鬟。来人，把他们都带上来。你来说说王妃落水那天的经过。禀王爷，那日奴婢亲眼看见。你来说说王妃落水那天的经过。禀王爷，那日奴婢亲眼看见侧妃在假山后面拦住王妃后，突然抓住王妃的手往湖边倒去。刘凤瑶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王爷，宁可相信一个丫鬟，也不相信我吗？万一他们是被人买通了呢？你的意思，觉得本王很好骗是吗？王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也许是我当时摔得太快了，我没有看清是我自己摔的，还是姐姐推的。来人，送侧妃去禁闭3个月，孩子交给奶娘，
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探视。王爷不要，王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月哥不能没有我。啊，瞎眼爹对心机女真是真爱，生野种害娘亲都只关禁闭，活该戴绿帽子这么多年。原来栽赃嫁祸只用关禁闭就可以了。等等，再加20大板，拖下去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！我只是一时嫉妒姐姐能得到你的宠爱，一时糊涂。姐姐，你就饶妹妹这一次吧。那我羡慕你独得宠爱，是不是也能杀了你？不要啊！王爷！小没良心的！宫宴快开始了，乖孙儿打扮好了没啊？镇赏司的明皇宫衣呢？怎么穿这身的？皇上，那衣服被柳侧妃涂上了无烟花粉，不过王爷已经罚他3个月禁闭。柳凤瑶敢害朕的乖孙女，你就关她3个月，废物！来人，传朕旨意。王爷，心机女欺负我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以牙还牙，让她也尝尝烟花的滋味。你去，把柳凤瑶的衣服全浸到无烟花粉里，让她尝尝毁容的滋味。老奴遵旨。宝宝这主意够狠。王爷爷太帅了，比瞎眼爹强100倍，爱你爱你！乖孙女儿，走，皇爷爷带你去宫宴上吃好吃的。这衣服怎么一股花粉味？来人呐！娘娘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一定是柳娇娇那个贱人给我撒了花粉！来人呐！放我出去，我要换衣服！皇上有旨，侧妃禁闭期间，所有衣物需浸染无烟花粉。袁弘毅、柳娇娇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儿臣给父皇请安，祝明珠郡主福寿安康。不必多礼。这大皇子长得人模狗样，谁能想到他把自己的女人安插到兄弟府里当卧底？哈哈，谁能想到柳凤瑶怀的是大皇子的孩子，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鸠占鹊巢。可怜我瞎眼爹一腔真情喂了狗，活该断子绝孙。老四，做什么呢？家里受气，别带到宫宴上。儿臣知错了。看大皇子面相，分明是玩坏身子、无子之相。别看他现在得意，以后有他哭的。四弟啊，可是为兄脸上有什么痕迹？虽然老大老四都挺惨，但那是他们活该，可不能让他们吵起来。别抱我，乖孙女。哼，时辰到，开宴。请。终于开饭了，好吃的，我要吃好吃的。宝宝不急，皇爷爷给你好吃的。有郡主能吃的菜吗？皇上，郡主还小，暂时还只能喝奶。啊，宝宝啊，你听到了没？不是皇爷爷不给你吃，是你年纪小，这些啊你还吃不了。不好，天有异象，西南那边恐怕有灾难。不好，天有异象，西南要地龙翻身。地龙翻身下来伤亡重，必须赶紧准备。地震破坏水库，
导致20几个村子被淹，几千人死亡，必须赶紧泄洪，下游百姓撤到高处，其他人去空地。老四，别吃了，赶紧带人去救灾。是。陛下料事如神，实乃千古明君呐！翼王雷厉风行，救灾神速啊！此次灾情得以控制，翼王首功。其女明珠郡主，朕封她为镇国公主。陛下三思。祖训言：后宫不得干政，女子不得涉朝。郡主虽幼，但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啊！陛下，翼王殿下放任郡主涉足朝堂，此风断不可长。古有明训，后宫不得干政。郡主虽幼，也是女子，入朝既坏祖制。我放任，分明是陛下硬抢过去。陛下，朝堂乃男子议政之地，哪容女子踏足？臣身为礼部尚书，断不能坐视礼法崩坏。翼王殿下，你身为父亲，更应约束女眷，怎能让其在朝堂捣乱？冯大人，干政二字从何谈起？小女尚在襁褓，口不能言，手不能书，难不成用哭声议政？他连爬都不会，还是圣上亲自给他抱过来的，难不成冯大人这是想指责圣驾？哇塞，老爹这次太霸气了，这就是护犊子吗？爱了爱了！这泼妇苗，有事老爹无事瞎眼爹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哼！即便如此，你带婴儿上朝也不成体统，将朝堂视作儿戏，皇家的威严何在？这老顽固，管天管地，还管皇上抱孙女，先管好自己家烂摊子吧。3个儿子没一个亲生的，当冤大头挺开心。怎么这是？他刚刚说话了，你们都没听见吗？冯大人，下官并未听见郡主言语呢。冯大人，我是听错了，这朝堂嘈杂，虚实幻听。冯康，休得胡言！陛下这般反应，难道他也能听见郡主心声？他女儿倒是亲生的，可惜他媳妇儿都不确定是谁的。对，这老头一看就不聪明，他媳妇跟表哥偷情生下孩子，还拿外甥相救糊弄他，每次怀孕前都去娘家住，这不明摆着偷人吗？胡说，都是胡说！可怜的老头都绿成草原了还嘴硬，绑奸抚养儿子，这辈子白活喽！冯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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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就是不让我上朝嘛，你气到吐血吗？这老头也太玻璃心了。冯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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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人，是陈太医啊！冯大人，你。哎呀，冯大人，冯大人，你没事吧？不愧是我女儿，气人有一套。陛下，臣身体不适，恳请告退。准了。这老头身体也太弱了，也半途又晕了，
他家独苗儿子快死了，孙子也烧傻了。他要是晕死，就没人救了。小郡主说的是真的，还有儿子孙子。王大人，您不是要退吗？陛下，陛下，臣忽觉神清气爽，此匡扶社稷之客，岂能以私废公？臣还能再借3个时辰。老头媳妇儿也狠，当年有丫鬟爬床，被他灌了避子汤，卖给城西刘家村40岁老光棍。陛下，臣家中有事，恳请告退。可惜丫鬟命苦，老光棍发现她怀孕，又把她卖了。陛下，这家事随时可做，国事耽误不得。臣愿以社稷为重，留朝效力。不愧是吏部尚书，颠倒黑白，张口就会。唉，老光棍又把她卖给穷屠夫，孙子发烧没钱治，儿子跟屠夫进山抓野猪换钱，结果一死一伤，现在估计快不行了吧？陛下，臣恳请告退。准了。皇上，兵部有急事待办，臣告退。皇上，老臣母亲病重，臣恳请还乡。皇上，臣儿媳临产，不得不回。放肆！放肆！一半大臣都要走，当朕是傻子？黄芩月，刘家村有治瞎眼的神医，我要带瞎眼爹去治病。我们赶紧，赶紧！亲闺女，专坑亲爹是吧？散朝吧。谢皇上。走，快点，走。儿子，爹对不起你，爹连抓药的钱都挣不到。老爷，找到公子了，在那边。快找大夫，找大夫！丽娘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当初我竟不知你已经怀了孩子。老爷，我不敢说，我被卖出去的时候才知道有了孩子。放开我娘！快躺下，他是你爹。就是这样，老光棍发现我怀了，嫌我累赘，就把我卖给你爹了。老爷，我当初是害怕你嫌弃我，所以才不敢认。儿啊，爹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这么多苦。以后爹护着你，还有乖孙，爹找太医给治好。老爷，丽娘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我一定照顾好你们，不让你们受委屈。可是夫人她容不下我们，你还是带儿子走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有我在，他们谁敢？我这就写和离书，休了那个毒妇。算这老婆还有点良心，没学我瞎眼爹当年那样犯浑，不然就追起火葬场喽。果然看热闹是所有人的天性啊！
这些大臣平日里人模人样，现在穿得跟卖菜的似的。一群朝廷大员跟街头混混似的。放开我！皇康的夫人来敢了，这么扯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让老爷扒了你们的皮！滚开！来得正好。认得他是谁吗？这满脸褶子的老东西，哪来的乡巴佬？我怎么可能认识他？一股子猪粪味儿，熏死人了！孙秀秀，你当初灌我避子汤，把我扔给老光棍，你现在装什么清高？哟，原来是你呀！还好意思提当年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就你这贱蹄子，以为爬上老爷的床就能当主子？怎么着？被老光棍玩腻了，又想回来当狐狸精？够了！孙秀秀，我只问你一次，那3个孽种是谁的？冯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怀疑我？冯康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为你操持家业20年，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污蔑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老天爷啊，你睁开眼吧，看看我这苦命的人呐！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，1年有半年泡在表哥家，连亲孙子都快活打酱油了，这老头还被蒙在鼓里。你，亏我这么相信你，你竟敢！现在知道哭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不把这老妖婆撕烂，都对不起冯老头头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孙秀秀，我杀了你！杀人了！冯康要杀了我呀！我为你操持家业，孝顺公婆，生儿育女，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想要我的命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嫁给你这个玩意儿了！够了！你敢打我？你还有脸委屈啊？不承认是吧？好，今天我就让所有人看看你的真面目。来人，走！表哥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冯康，你竟敢动我表哥！冯康也算能忍，妻子和表哥这么亲密，居然到现在才发作。换我，早就打得他们满地找牙了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他偷情，生下3个孽种。今天我就让所有人知道你的丑事！你血口喷人！我和表哥清清白白，你休想污蔑我！冯康，别在这里发疯！到现在你们还嘴硬，我今天就让你们付出代价！再嘴硬，就不是插地上了。说，那3个孽种到底是谁的？我说，3个孩子是我的，是我和秀秀的。不是的，不要解释了。孙秀秀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不要啊，老爷！把这一对狗男女和那3个孽种赶出京城！不要，老爷！不要，走！丽娘，跟我回家啊！儿啊，爹接你跟孙子回府，找最好的太医啊！老爷，好。
这次事情之后，冯康估计没有脸面到处管闲事了，黄爷爷以后会轻松一些啦。唉，为这个家我付出太多了。唉，热闹看够了，我们也该回宫了。什么人？给本王出来！什么人？给本王出来！王爷，王爷，你可要为瑶瑶做主啊！谁让你出禁闭室的？王爷，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姐姐了。姐姐在我身上下了无烟花粉，瑶瑶的脸全毁了，以后可怎么见人呢？王爷，王爷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衣服是皇上赐的，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说是娇娇所为？王爷，姐姐之前误会我，给小郡主撒了花粉，一直对我怀恨在心。她如今抱着小郡主，争得圣宠，她就想置我于死地。王爷，瑶瑶冤枉啊！你明察，瑶瑶对你都是一片真心。我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我怎么会违背你的命令呢？无烟花产自南疆，黑市售价100金，寻常人根本买不到。要想查到谁是下药人，只要查查京中哪家铺子进了货，不就清楚了？只要查查京中哪家铺子进了货，不就清楚了？娇娇说的对，本王这就派人彻查全城。来人！王爷不要！王爷，这命令虽然是皇上下的，但是他胸怀广阔，他一定不会计较这些小事，一定是他在皇上面前做多诋毁。哦，我倒是好奇了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为何要害？王爷，王爷，他一定是嫉妒您对我的宠爱，他仗着皇上喜欢小郡主，他就想欺负我，置我于死地。王爷，你救救我！月哥还那么小，他不能没有。闭嘴！你一个侧妃，怎敢揣测正妃？既然我已知晓了大他没有领证的必要，不趁早处理。自己都不管孩子死活，还好意思拿儿子当挡箭牌，纵横呢。不过上次见大皇子，他和月哥长得一点都不像，看来柳风瑶背后还有别人。大皇子说不定也是被人当枪使。什么？大皇子还想用自己的血脉去抢翼王世子，却不知自己头上也绿油油。不过能算计成这样，柳风瑶背后不可小觑，夏眼爹得多防着点了。柳凤瑶还不能动，是本王最近太宠你，连分寸都忘了。你一个侧妃，怎敢猜忌正妃？就算真的是他做的，那也是你该受的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爱王爷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嫉妒你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算了，柳凤瑶还有用，不能让她出事。她毕竟是侧妃，还是找太医治治吧。王爷，这无烟花有毒，这常人碰哪儿就会起疹子。这花粉已进入侧妃的旧伤口，毒入肌里，下官实在是束手无策。不，我怎么能顶着这张脸活一辈子？李太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！就你陷害我娘，活该！要不是我，你早就趁着夏眼爹赈灾，把我娘害流产了。
王爷，我倒是有个法子。我小时候长疹子，就是用这个法子好。去药铺抓一些白丁香、左盘龙、月明砂、夜明砂、五灵芝，再来点人中黄，熬成汤药泡澡即可。然，很快就看上去。柳悄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你当我傻？刘侧妃还是不要讳疾忌医的好。来人，就按正妃说的方子，务必让侧妃药到病除。我不治了，王爷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治病得有始有终，带着这一脸疹子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来人，把他丢到桶里，泡够3个时辰。不要，王爷不要，王爷我错了，王爷我错了。好重，我受不了了。娘亲这招太妙了，一会儿柳凤瑶就该变成柳臭臭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我之前说的不过是吓唬他，那法子确实有用，只是浴桶装过臭豆腐卤水，晚上又看不清，他闻到后自己吓自己罢了。娘亲就是心软，上辈子才被心机女欺负，这次我一定护好她。娇娇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她一定恨透了我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挽留。娇娇，你看这京城也快转凉了，你也很久没有回过娘家了，不如我们带宝宝去富阳过冬，也让宝宝见见外公外婆。娇娇，终于看到你了，来，让娘看看。这就是外祖母吗？真好看，可惜我不过3个月了。可惜我太小，没法给外祖母开药方，怎么办？这孩子，娘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要不要找大夫看一下？是有些不舒服，一直在用药，要不让大夫再看看？外祖母明显气血不足，只要补好了气血，活好几10年没问题。奇怪，老夫开的都是强效补血药，怎么越补越亏？要不停药一段时间？不能停，停了外祖母就完了。不行，给我开药方，开药渣，我不能让外祖母出事。不能停。来人，把药渣和药方拿来，我要查清楚。人参、白术、白茯苓、当归，没错，都是补气血的好药，药渣也没问题，可为什么不见效？唉，要是我能把脉就好了。没事，一把年纪了，能看到外孙就已经很满足了。瞧，这小手多可爱呀！脉象也没错。等等，大家换地方。这房间有吸血虫，原来是吸血虫作怪，幸好我来了，不然外祖母连3个月都坚持不了。娘亲，吸血虫怕火，快把被褥什么的全都烧了，我们抓虫虫。娘，我们娘儿俩好久没有见面了，你看，宝宝也想你，这几天你就搬到我那儿去住吧，我们娘儿俩正好叙叙旧。好。
来人，把东西备好，我晚上住小姐那儿。还有我用过的这些被褥都烧了吧，免得大家过了病期。这是吸血虫，是谁这么恶毒，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？大夫，中了这些吸血虫，我的岳母还能活多久？回王爷，这么大的吸血虫，老夫人恐怕活不过1个月。你们都躲到长廊来，还是不肯放过我们吗？来人，给我查！还有，把府里所有的东西都换一遍。是。娇娇别怕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你们有事的。奇怪，怎么才3只？外祖母这种情况，起码要6只吸血虫，一定是有人带走了一半。看来幕后凶手是想让外祖母不知不觉死掉，一定是有人带走了一半。看来幕后凶手是想让外祖母不知不觉死掉。来人，在，立刻封锁院子，找出带吸血虫的人，把所有房间的被褥、家具全给本王仔细的搜。是。小娇，你先带岳母到花园转转，等下人把房间换好了再。娘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娇娇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跟娘说说？没什么，娘。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有什么不开心，娘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是不是那柳凤瑶又欺负你了？娘，如果我要对柳凤瑶下手，你会怪我吗？傻孩子，你是我亲女儿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些年，我们对二叔那一家也算是仁至义尽了，我怎么会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女儿？可我跟柳凤瑶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了。那肯定是那柳凤瑶先欺负了你，我们不亏欠别人，但也绝不能让人欺负。娇娇，你要记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爹娘是你永远的后盾。娘，在王府是不是受委屈了？跟娘说说，别憋在心里。娘，我想跟袁弘毅和离。怎么突然的说要和离？我看到王爷对你很是伤心啊。伤心？他要是真伤心，又怎么会让柳凤瑶进来？我看他心里全是柳凤瑶。不可能，义王当年他可是跪在你爹面前求了3天3夜才娶到你。当初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如今还不是让柳凤瑶登堂入室？这些我不太清楚，不过我听说那柳凤瑶救过义王的命。救过命？义王曾经中毒失明，差点被刺客杀死，是一个女子救了他，两人掉入水里，王爷被手下找到，可那女子却不知所踪，只知道那姑娘被河流冲走的时候，扯下了王爷的贴身玉佩。贴身玉佩？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过了些日子，那柳凤瑶居然拿着王爷的玉牌找到了大皇子牵线，说他就是救了义王的人。王爷不好拒绝大皇子，只能让那柳凤瑶进府。替人挡箭，摔下悬崖，我怎么觉得这么熟悉？心机，你真不要脸！救爹爹的明明是娘亲。那天娘亲落水后被下人找到，柳凤瑶趁机把玉佩偷走，还假装是自己救了爹爹。什么？难道是我丢失的那段记忆？都是他干的，他还想让娘亲病死，没想到娘亲熬过去就是忘了之前的事。
还有，他和大皇子给爹爹下药，让爹爹以为他们上床了。他为了掩盖怀孕的时间问题，陷害娘亲，假装早产。难道那月歌是大皇子的孩子？我也不知道月歌到底是谁的孩子，不过大皇子一直以为孩子是他的。这么重要的皇室秘密，还有谁知道？皇上已经知道了，还有一些大臣也有所察觉。这么多人都知道，他不但不处置刘凤瑶，反而依旧袒护他。哎呀，娇娇，你糊涂啊！这王爷哪里是袒护那刘凤瑶，他分明是在袒护你啊！他哪里袒护我了？他心里只有柳凤瑶，根本不顾我。傻孩子，王爷留着那柳凤瑶，并不是对他的宠爱，他混淆皇室血脉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真要处置，我们都逃不了。可他为什么什么都没说？唉，还不是娘亲和爹地都不长嘴，你误会我，我误会你，再加上柳凤瑶在中间挑拨，误会当然越来越深。抱歉，我没法为你摘下星星，只好送你一片桃源。这桃园的花，当真送给我吗？娇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只要你点头，我立马娶你。哪有立刻提亲的？好歹选个良辰吉日吧。你这毒妇，为了不让瑶瑶诞下长子，你居然推她下湖！不，我还是做不到原谅他。他一次次对我的伤害，我做不到轻易释怀。不原谅就不原谅，宝宝永远站在娘亲这边，就让爹爹追妻火葬场，谁叫他眼瞎？娘，这杜鹃心思太狠毒了，竟然用吸血虫害你。若不是宝宝及时发现，咱们还被蒙在鼓里。我以为他从京城逃难来的，好心收留，没想到引狼入室。发现坏人就好。前世我被心机女害得胎死腹中，瞎眼爹又去赈灾，娘亲身体不好，还被柳凤瑶拿外祖母的死刺激。娘，娇娇，不怕，娘在这儿。王爷，他还是不招。那就换个刑法，今天必须撬开他的嘴，我就不信他没弱点。这些太血腥，换个温柔点的吧，比如用蜂蜜引蚂蚁、蟑螂、虫子什么的。去厨房拿些蜂蜜，再引一些蚂蚁过来。我说，看看，这可比鞭子管用多了。用追了，我知道凶手是谁。凶手肯定是柳凤瑶，
一旦外祖母死了，他再挑拨，让娘亲和爹爹的误会越来越深，他不就能趁机上位了？柳凤瑶一直觊觎正妃之位，一定是他。可她一身贵妇人，怎么会认识杀手呢？这背后一定有推手。有大皇子啊，那大傻帽以为柳凤瑶腹中是自己的种，爹爹又是他夺位的最大对手。若柳凤瑶成王妃，即便夺位失败，下一任皇帝也是他的孩子。这算盘打的，隔着3条街都能听见。大皇子为了算计本王，连妇容都不放过，真是狠毒至极。可惜他不知道，柳根根本不是他的种，这就叫报应。凶手死了，线索也断了。就算我们猜到了，也没有证据。不一定，大皇子还会派别的人来。只要外祖母活着一天，他的计划就会多一分风险。下次说不定会用更阴毒的招数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娇娇，我留下10个暗卫，日夜守着刘府，寸步不离，保护岳母和你们母女。那你呢？我这就回京城，动了我的人，就要付出血的代价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跟柳凤瑶暗中勾结了多少共谋。那王爷，你万事小心，这京城水深，这大皇子背后肯定有势力。岳母放心，本王自有分寸，保护好自己和宝宝。等我消息。宝宝满月，外祖母都没准备礼物，今天一块补上来。来，看看喜欢什么，直接拿。娘亲，我要那个最漂亮的金镯子。这小才女。娘，这个镯子给我好不好？呀，这不是娇娇吗？为府怎么不跟二嫂说一声？娘，这就是姑姑生的小赔钱货吗？原来赔钱货长这样。刘景荣，你说什么？孩子还小，不懂事。娇娇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孩子不懂事，大人也不懂事。这话是谁教他的？顾西西，你也这么教育小孩的？我们柳家的外孙女，轮得到你来指挥？没规矩的东西，净给我丢脸！娘，我错了。这真的是二舅妈的儿子吗？他们怎么没有母子相呢？按二舅妈的性子，怎么会养别人的孩子？除非她自己都不知道。要是能见到二舅舅就好了。隔空推演又累又不准，上次差点睡晕过去。让二爷立刻回来，就说我身体不适。娘，这么着急把他叫回来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宝宝的话错不了，再拖下去，怕那孩子真出事。希望二舅舅快点回来，我总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娘，你身子怎么了？急着叫我回来。这是外甥女吧？长得可真俊。宝宝，看舅舅给你带什么礼物了？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二舅舅。这波浪鼓金灿灿的，好好看。这声音听着像个小女孩，她还叫我二舅舅，该不会是外甥女在说话吧？浩然呐，宝宝还小，你轻点话，别吓着他。有些事儿心里清楚就好，不必说出来。奇怪，刘景荣和二舅舅居然没有血缘，但又有淡淡的亲戚关系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被熟人换了。你自家孩子换了二舅舅的亲儿子，好占柳家的富贵。
娘，景荣不是我的儿子，这不可能，他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二舅舅此女够黑沉，中间微微透红。不好啊，小表哥最近有心病之忧。看推演结果，他就在刘府附近。景荣有危险，可他从小被西西宠得像个小霸王，怎么会？宝宝说的是景荣吗？说的是你真正的儿子。京城礼部尚书家的事情听说了吗？3个儿子没有一个是亲生的，都是我们宝宝的预言。我能活到现在，也多亏他发现了吸血虫。娘，这都5年了，我去哪找他呀？宝宝说了，那孩子离得不远。捧捧场，各位，小孩学狗叫了。给我爬，捡一枚学一声狗叫。小石头，快点！没听到公子讲话吗？爬呀！爬呀你！快点儿！景荣，你在干什么？谁叫你这么做的？爹，我给了他钱，他就该像狗一样捡。你打他干什么？儿子乐意赏钱，是那贱种自己愿意。你，二舅舅，他就是小表哥。二舅舅，他就是小表哥。你，孩子，你叫什么？他叫小石头，被摊主虐待成哑巴了，快抓住那个坏蛋！来人，在，抓住他！你谁呀？孩子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浩然，你带这个脏乞丐回家干什么？景荣还在这儿呢。我不要他，他是要饭的。刘景荣，刚刚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好啊，既然你喜欢听狗叫，那就在这自己给我学狗叫。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什么时候回家。孩子，我是你爹，以前是爹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二舅舅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叫刘宝玉怎么样？和我一样有宝字。刘宝玉，宝玉好啊。孩子，以后啊，你就叫刘宝玉。你现在是柳家的2少爷。刘浩然，你凭什么罚景荣？他可是你儿子。刘浩然，你是不是人？你为了这个野孩子，当街打骂自己亲儿子。西西，他不是野孩子，他是我们的亲生儿子。你疯了！景荣才是我怀胎10月生的，你忘了？景荣是被调包的，宝玉这些年被摊主虐待，你也都看见了。你想让我信这个死哑巴是我儿子？刘浩然，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，故意找个乞丐来气我？二舅妈好凶啊，她看不见小表哥身上的伤都是被打的吗？西西，我知道这些你很难接受。这样，滴血认亲。如果锦荣是我的孩子，我亲自赔礼道歉；但是如果不是，这些年前宝玉的，我要加倍补偿回来。哼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圆这个谎。小少爷，你别听二少爷胡说，他肯定是被那丫头骗了。我还是娘亲的儿子吗？他们会赶我走吗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刘府唯一的小少爷，二少爷肯定是一时糊涂。这样，你听我说，
过来，让他们看看谁才是柳家的种。爹，我就说景如是我的儿子，柳浩然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娘，我就知道我是你亲生的。怎么可能？不对啊，刘景如和二舅舅根本没有父子相。我知道了，水里加了白矾。二舅舅，你摸摸，加了白矾的水滑溜溜的，井水搓起来是涩的。是谁换了水？柳浩然，你疯了！这验都验了，你还想耍赖？为了这个哑巴乞丐，你连家都不要了！爹，你别生气，我害怕。刚才的水里被加了白矾，无论谁的血滴进去都会相溶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柳浩然，你丧心病狂！看着，这不可能！这次我亲自打水，我看谁敢动手脚。小宝，过来。是真的，二哥找到自己的孩子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景荣，该你了。我不，娘，我害怕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孩子还小，说不定我当年生了2个呢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必须有个交代。过来！娘，救我！娘，救我！我的儿，娘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。你还哭什么？你有小表哥可怜吗？他从小被毒哑，吃不饱被鞭打，腿都打断了，发高烧还被逼卖艺，晚一步就烧死了。你呢？锦衣玉食当小霸王。娘他儿啊，是娘瞎了眼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奇怪，他刚刚为什么要跑？是不是早就知道水里加了东西？景荣，你刚刚为什么要跑？谁？来人，抓住他！二少爷饶命啊！小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小少爷他自己害怕，与小的无关啊！他骗人！
她才是刘景荣的亲娘，用刘景荣吓唬她试试。过来！这小子鸠占鹊巢，害我儿子遭了不少罪，把他送去杂耍摊，让摊主教他怎么做人。爹，我不去，我害怕！娘，救我！不要！我先说，景荣是我和柳江顺的儿子，他的老婆是个母老虎，我们不敢声张，正好柳二奶奶生产，我们就买通了稳婆，换了孩子。柳江顺不就是柳凤瑶的叔弟吗？天天不务正业，娶的老婆出了名的厉害，难怪他们不敢认孩子。要是被那母老虎知道，准得扒了他们的皮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二叔家的仇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物归原主。来人，把荷叶跟刘景荣送去柳江顺的府上，让他自行处置。二少爷饶命啊！二少爷饶命啊！现在真相大白了，可小表哥的哑毒还没解呢，看来咱们必须回京城一趟，让太医来治一治了。王爷，这是瑶瑶亲手为你熬的鸡汤，您尝一口。您看，这手都烫起泡了。放下吧，本王稍后喝。凉了就行了。王爷，您现在就这么嫌弃瑶瑶了吗？当年瑶瑶给您挡箭，瑶瑶差点丢了性命，难道连一口鸡汤都……看来来的不是时候，扰了王爷和侧妃温存。娇娇，你听我解释。好臭！爹爹身上全是这个女人的香味，熏的宝宝要晕了。来人，把柳侧妃送回偏院去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准她踏出院门半步。王爷，您不能因为这个女人一句话就……拖走！王爷，王爷！娇娇，我真的没碰她的鸡汤，你别生气。不敢，毕竟是侧妃亲自做的汤，金贵的很。王爷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来人！是。王爷，拿去喂狗。是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狗似的全都疯了，见人就咬，像是发了情。把柳凤瑶给本王押过来。是。王爷，瑶瑶知错了。可是自从月哥出生以来，你一直没有来偏院，瑶瑶只是太想你了。想本王，就能在汤里下药。王爷，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？瑶瑶只是想再给你添一个女儿，就像宝宝一样惹人疼。王爷饶命，都是奴婢的主意，是奴婢看娘娘天天哭，这才偷偷的在汤里放了点东西，跟娘娘没有关系啊。你救过本王，本王全记着。掌家权侧妃位，该给你的，本王没少你半分，但不给你的，你一点都别碰。王爷，把这个贱婢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，当众行刑。不要！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王爷，秋兰是和我从小一起在柳家长大的，我求求你，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不要这样。既然你们感情这么好，那就每人各打25大板，让全府上下好好看看。别打死，留他们一条命。王爷，王爷不能这么对我，王爷，王爷饶命，饶命，王爷，这个坏女人和坏丫鬟被打了，打得
哎，宝宝，这么久没见黄爷爷，想黄爷爷了吗？想，黄爷爷最疼宝宝了，肯定有赏赐。小财迷。这是西域进贡的暖玉，给你压压惊。黄爷爷真好，宝宝最爱黄爷爷了。黄爷爷，大表哥被人毒哑，腿也瘸了，您能派最好的太医给他看看吗？没问题。传朕旨意，让太医院院判立刻去刘府医治刘宝玉。是。谢谢黄爷爷。那宝宝明日陪黄爷爷上朝好不好啊？不好，上朝好无聊，宝宝要睡觉。一天1块金子当辛苦费呢。成交，宝宝明天一定起得比鸡早。哎呀，王爷，小郡主才半岁，哪能经得住朝堂的折腾？是啊，王爷，小郡主年纪太小，朝堂之上规矩繁多，万一失仪，受罪的还是小郡主啊。而且那些奏折十分枯燥，哪有府上的唐人好玩？王爷，劝劝皇上吧。怎么，诸位是觉得皇上的决定不妥，还是怕自己那点家底被宝宝挖得太干净？王爷说笑了，臣等只是担心小郡主太累。对，是啊。皇上的意思，本王管不了。诸位要是怕的话，不如趁早辞官。什么？大臣家眷都来了，这个是个好机会，我要出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特意带着月哥来向你请安。侧妃有心了，不过月哥身子弱，还是少出门的好，免得过了病气给宝宝。姐姐说笑了，月哥早好了。侧妃还是多照顾些孩子，之前心头血的事闹得人尽皆知，别再让孩子受委屈。你王妃别生气，有些人就爱拿孩子当幌子。哎呀，小郡主长得真俊啊！来，姨母给你准备了见面礼。谢谢姨姨，宝宝最喜欢亲子啦。哟，还是个小财迷呢。姨姨命里有坎啊，不得善终啊。这个小祖宗怎么连我的家事都知道？左相，你家儿媳似乎过得不太如意啊。皇上明鉴，老臣不知啊。父皇，孩子们玩闹的话，当不得朕。无妨，朕倒要看看这丫头还能扒出什么趣事。她老公在城西别院养人了，她弄死姨姨儿子，害姨姨崩溃后直接登堂入室，趁姨姨神志不清，用自己的儿子骗姨姨孩子没死，图谋姨姨的家产。嘿嘿，你真是教养了一个好儿子，敢这么对待我女儿！你就是那个外室。民女只是……岳父，燕儿是无辜的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要为难她。如儿，你放心，我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交代有什么用？出轨一次就有无数次，这次是旧相好，下次就是新美人。交代就不必了，今天必须和离。亲家不可，孩子们都5岁了。5岁又能怎么样？难道让我看着自己的女儿被这对狗男女折磨致死吗？可孩子还小。如儿，爹知道你的难处，但你想想，李忠义能瞒着你藏着外室2年，
连儿子都生了，他心里还有你吗？和离吧，姨姨，不然小三和他儿子会害你的。你忍他，他可不会忍你啊！就算你留下来，也回不到过去了。乖，爹带着你和孩子回家，孙家还养不起你们吗？渣男就该被抛弃，姨姨和离了才好呢。宝宝说的对，背叛了一次，就不值得原谅。朕的宝贝孙女儿啊，又拆散了一对糊涂账啊！哎，小郡主慧眼识珠是大人们的福气。福气，朕看是劫数。哎，你说朕带宝宝去后宫转转，会查出多少藏污纳垢啊？这，娇娇，宝宝这也8个多月大了，你这个当年的，也是时候该放放手了。府里的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接手啊？妾身照顾宝宝已经够忙的了，府里的事，王爷还是自己管吧。娘亲做得对，新姬女掌家2年，起码挪走20多万，王府早成空壳子了。咱们别管这烂摊子。哼，府里的人都是吃白饭的吗？这么明显的贪污都看不出来。新姬女不知道从哪找来的账房，账做的滴水不漏，要发现有点难。那就可惜喽，本来王府的钱以后都是要给宝宝的，现在都被柳凤瑶拿走了，以后宝宝可是一点都拿不到了。不行不行，这些都是我的钱，快带我去库房，我要看看新姬女偷了我多少钱。好，这就带你去。这是珠子，不能吃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王爷，王爷，姐姐，你们怎么突然有兴趣来库房了？这里脏，有什么需要让下人去取就是了。柳侧妃说话真是好笑，我身为王妃，还不能来王府的库房吗？姐姐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吗？本王倒是看不出来呀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你说话都是假的，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，瞎眼爹眼睛是真不行。来人，去请冯老过来鉴定一下，顺便再看看本王这库房里到底还被动了多少手脚。王爷，这3幅皆是赝品，而且都是近年新制的下等品，这仿的连形似都算不上。哼！何人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在本王的库房里做手脚？来人，给本王彻查，从库房的看守到采买管事，一个都别放过。前2年，府中是你管事，库房的钥匙也在你手里，
如今出了这等事，你说该当何罪？王爷明鉴，妾身绝不知情。这些话入库的时候都是真妾，皆是下人们欺上瞒下，装，继续装。要不是你授意，他们有那个胆子吗？下人欺瞒，那正好。来人，把柳侧妃院内所有的人全都抓起来，关进地牢拷问。我倒要看看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本王的东西。王爷饶命，都是妾身的错，都是妾身管家不严，才出现了纰漏，跟下人没关系，求求您放过他们吧。妾身愿意亲自去找回真迹，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好，那本王就等你找回了真迹，再放他们出来。若找不回，本王不介意用他们的骨头给他们醒醒脑。我的儿啊，想死娘了！宝宝长大了，还记得外祖母不？奇怪，外祖母怎么又中毒了？老婆子，你哪不舒服啊？放心，这毒现在不厉害，就是会让外祖母天天做噩梦。先让厨房煮碗安神汤压一压，我再慢慢想解药。快去煮安神汤。还有哦，我们得赶紧和柳凤瑶他们家断干净，他们要捅大篓子啦，可别牵连到我们了。对，断，必须断。当年你奶奶偏心二房，把我排挤出京，如今让你在这府里又受这种委屈，这笔账也该算了。怎么了？这么慌？娘，我之前送给表哥那些画还在表哥那儿吧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调包库房那些画被王爷发现了，王爷让我找回真迹，可是那些画我都送人了。送谁了？大皇子，你疯了！敢送大皇子？当初你不是答应我和大皇子断了吗？这事要是让他知道，你就完了。可是大皇子对我很好，他答应我帮我坐稳侧妃之位，况且我对袁弘毅还有救命之恩呢。哼，你忘了当初是谁真的救了义王？这事要是捅出去，你的救命之恩还能当护身符？别提了，要不是柳娇娇和元宝宝，王爷也不会查出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当务之急是笼络住义王。那药用了没有？用了。但是那男人根本就不看我一眼，那药都喂狗了。哼！夫人，我好了，柳娇娇带着人闯进柳家了。义子，不过是家里这点事儿，已经闹到户部去断绝关系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？娘，当年您把我赶出京城的时候，想过我是您儿子吗？要不是为了娇娇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踏回这个门。我那是为了你好。瑶瑶与义王两情相悦，你却非要从中作梗。义王身份尊贵，府里多几个女人怎么了？哼，倒是你女儿，自己管不住男人。祖母说话真是新鲜。妹妹勾引亲姐夫，怀上孩子逼宫入府，到您嘴里倒成我看不住男人了。我女儿清清白白嫁入义王府，倒是这柳凤瑶干下这等不知廉耻的事，你还把她当宝？我今天就是讨公道来了。想当年您就偏心二房，侵吞我应得的家产，把我赶出京城，如今这笔账也该算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家产本就该留给有出息的，你那点能耐，刘京也是丢人现眼。我丢人现眼？
要不是你处处打压，我会被排挤出京吗？你摸着良心想想，这些年你对我有过半分母子情分吗？今天我就是来和你们断绝关系的。奇怪，外祖父和这个老太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不是外祖父的亲娘，难怪他一直欺负外祖父。外祖父还真可怜，为贾娘一家掏心掏肺，最后还被人打断手脚。幸好陈娘没死，就是不知道被藏到哪去了。好，断绝关系可以，先让你女儿滚出翼王府，她占着王妃的位置，让瑶瑶受委屈，这事儿没完。凭什么？我女儿是皇上亲封的王妃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哼！大哥，你就忍心让瑶瑶在王府受气吗？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儿，娇娇要是识相，就该主动让贤。祖母和娘说的对，柳娇娇，你要真有良心，就应该把王妃之位让给我，自己去乡下种地去。想得美！真以为我娘走了，凭借你就能上位？做梦！外祖父别跟他们废话，先骗过去再说。行，既然你们说是我女儿霸着王妃之位不放，好，咱把断绝关系的手续办了，我就带着女儿去翼王府要和离书。爹说的是，只要能和你们断干净，我愿意和王爷商量和离的事。此话当真，可不能反悔。文书一签，自然算数。现在我们就去翼王府，我倒要看看翼王还会不会放你走。我同意和离，但是王爷同不同意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和离。本王的正妃，自始至终都只有柳娇娇一个。瞎眼爹又来装深情，误会我娘那么多年，现在靠甜言蜜语就想哄回去，做梦！皇上有旨。柳家老宅本是当年赐给户部尚书柳父的，如今柳父早已辞官，且与柳家断绝关系，老宅理应限柳家人明日午时前搬离，不得移位。不，皇上怎么能这么做？这宅子我们住了大半辈子。王爷，在凤瑶的面子上，求您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。是啊，王爷，这宅子可是我们柳家的根啊，怎么能说收就收了呢？怎么，你们想抗旨？不敢，我们搬，马上搬。别以为本王不知，你们名下还有3处，乖乖搬走。今日之事，本王就当没发生过。黄爷爷肯定是把宅子给外祖父了，外祖父的就是我的。娘亲，咱们去看看我的新宅子。好，带你去看看。奇怪，这院子让我好难受，整个格局怪怪的。宝宝不舒服，我们先离开吧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接云阵，有人用桃树摆阵托外祖父家的福气呢。啊，接云阵，中间偏左的桃树下有外祖父的生辰八字，中间偏右是外祖母的。
绝地三指给我挖！是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这个逆子，这些都是我最爱的树。大哥，有话好说，何必动粗啊？刘老夫人，这个宅子本来就是皇上要收复，一棵桃树罢了，何必如此惊慌啊？老爷，挖出东西来了！打开，这是巫蛊之物，看它怎么抵赖。不能看，这是我的贴身物件。果然是巫蛊娃娃，想害外祖父和外祖母。这就是你说的贴身之物？我不知道。大哥，此事与我无关。刘老夫人，巫蛊之术乃是大忌，你最好给本王一个解释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明明放的是首饰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死到临头还骗人，报官搜他认子。外祖父的亲娘肯定是被藏起来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里面的东西被人换了？那正好，本王就是官。来人，封了刘府，尤其是刘老夫人的卧房。你们不能搜，那是我的私宅。心虚了吧？肯定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私宅，巫蛊之术乃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所有财物充公。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，好好拷问。不，你们不能搜，不能搜。好吧，走，我们看热闹去。快点，快点，我要看热闹。王爷，我们冤枉啊！王爷，把他带出来。不要！你们干什么？儿子救我！你们干什么？娘！儿媳救我呀！娘！既然他那么喜欢儿子儿媳，那就都带出来，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才好。把他们也带出来。说吧，你是谁？我是柳家刘老夫人，是柳娇娇的亲奶奶。以往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是吗？那这张脸也是你？你是娘的贴身丫鬟小蝶，你不是早就暴毙了吗？暴毙！我可是你小姨，我本是和姐姐同母所生，就因为她受夫人的青睐，我就得当丫鬟。原来她是外祖父的小姨，怪不得长得像。你母亲霸占着主母的位置，连个妾室都不肯给我。要不是我母亲以命相逼，她才肯认下我的儿子。后来我找了高人，跟他换了脸，这柳家的主母才属于我。我娘呢？你把我娘藏哪儿去了？她早就死了。外祖父别急，他最疼儿子孙子，打他们，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。不要打我儿子！不要打我儿子！有什么你冲着我来！我也睡。我户部是翼王侧妃，你们敢动我？不想起俩孩子，再不说连你孙子一块打！妈，你赶快说，再不说他们就被打死了。快说呀！
再不说，你家就断子绝孙啦！我说还不行吗？人就藏在杂物间的暗道里。娘，娘，娘！幸好这换脸的法子需要曾外祖母的血，要不然他早没命了。快请太医！曾外祖母只是失血过多，把那个假面具毁了，用那老太婆的血养着，也能恢复的，养一养就好啦。快！怎么样？只是身子亏空太久，并无大碍。啊！刘娇娇，刘娇娇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爹娘吧，他们不能死啊！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你的家事与我无关。你也太狠心了吧！你明知道巫蛊之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爹娘也是刘家人，难道他们就逃得掉吗？断绝文书已入官府，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你是故意的！难怪刘父急着断绝关系，就是为了陷害我们！你早就知道会出事！桃林是我栽的，巫蛊之术是我下的。柳凤瑶，你讲点道理！借我爹娘运道这么多年，你们依旧一事无成。要不是你一手设计，我们家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？王爷，他也太狠心了！他明知道巫蛊之术是大罪，他却眼睁睁地看着我父母送死。他和他父亲早就串通好了，他断绝关系就是为了撇清他自己。说不过，就又开始造谣了。王爷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他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，他心思如此歹毒。柳家之事是本王亲自查的，那桃林里的巫蛊娃娃也是本王亲眼所见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有养无诛，冤枉好人了？妾身不敢，王爷，只是那都是我的父母啊！我求求你，你就看在我为你生了月哥的份上，你就饶过他们，你看看恩好不好？刘老夫人已将罪责全部揽在身上，被判了秋后问斩。你父母和其他族流放边疆。流放？那看似有什么区别？你进了王府，不算柳家直系，可免罚。本王以仁至义尽，别再得寸进尺。怎么会？怎么，舍不得了？要不要追上去安慰一下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直接杀头才是便宜了他们。边疆苦寒，之前你父亲被他们赶出京城，现在也让他们尝尝你们曾经受过的苦。你倒是记得清楚。更何况，现在柳凤瑶失去了靠山，也只能依靠那幕后之人。王爷，您回来了，这几日未见您，是不是瑶瑶做错了什么，惹您生气了？本王公务繁忙。王爷，外面的人都在笑话我，说我连个正经的名分都没有，连月哥都被他们戳脊梁骨。我被怎么看不起没关系，可是月哥是你的亲儿子，你之前答应过说会册封月哥为世子的，您忘了？
侧妃是记性不好，本王的正妃是柳娇娇，只有她生的孩子才是嫡子，才有资格成为世子。王爷，月哥也是您的亲骨肉。既然你还记得月哥是本王的孩子，那也应该记得账房有多少问题吧？王爷，我没有做假账。既然你没有做假账，那账房的银两和那3幅字画，我给你3天时间解决。3天后，要是还解决不了，本王亲自查。秋兰，备车，咱们去找大皇子。是。嘿嘿嘿，王妃也来逛街了。小郡主真是越长越水灵啊！尚书大人客气了。哇，柳凤瑶牛啊！大白天就和大皇子上床，真以为酒楼是他的就没人发现？绿萝，叫王爷来一趟酒楼，我请他看一出好戏。还有大皇妃，就说好久没见了，这马上过年了，一起吃个饭。是。王爷大驾光临，里面请。还有包间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小的，王爷，包间已经没有了，要不您在此稍等片刻，小的这就给您安排。3楼最里面那间有暗室哦，快点上去，现在肯定很精彩。不用安排，本王亲自去看。瑶瑶，说句实话，是本王厉害，还是翼王厉害？王爷说的哪儿的话？瑶瑶心里只有你。你看，人家挪用了多少银子，给你买通官员呢？我知道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为了王爷，瑶瑶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只不过那袁弘毅发现了账目有问题，限我3天内找回那20万两，还有那3幅画。瑶瑶哪有那么多钱？急什么？你可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还会杀了你不成？可是他要是再查下去的话，会查到你头上，还有月哥的身份。实在不行，就把账房推出去顶罪。他毕竟收了咱们这么多好处，也该他发挥点作用。哟，大皇兄还真是好性子，居然还有闲心管本王府里的闲事。怎么办？别动！怎么办？他听到了多少？完了，全完了！翼王妃，你找我来这是？大皇妃也来了，这下更热闹了。你们，这边都等好久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是不是故意的？找大夫，快去找大夫！快点穿衣服呀，羞羞脸！回宫，我要见父皇。柳凤瑶，你还真不要脸，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，谁都敢勾引。父皇，儿臣要请您做主。大光，大皇子和柳凤瑶偷情被抓了，被卡住分不开，找大夫才弄开呢。逆子，传朕旨意，把袁明轩和柳凤瑶抓来。你怎么敢？皇家的脸都被你丢尽！父皇，儿臣只是喝多了，一时糊涂啊。喝多了就敢动本王的侧妃，
本王还听说，王府被挪走的那30万两白银，全被他送给你了。你胡说！明明只有多少？当时可不只有本王一人在场。孙尚书，你来说说看，到底是多少万？回皇上，老臣可以作证，确实是30万两。30万两，你胃口不小啊！朕给你3日才能补上。不够，爹爹心灵受伤，自尊受辱，起码也要补偿10万两吧。还有我看到不该看的，补个10万两不过分吧？哼！还有，你身为哥哥，居然干出这种事，还吓到了小郡主。给伊儿和小郡主各补上10万两银子。皇爷爷真棒，我最爱皇爷爷了。父皇，儿臣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没钱，那就抄你的库房。还有这个女人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女人拉出去杖毙。皇上饶命啊！妾身再也不敢了。皇上，大王子，你救救我！你亡灵之前怎么答应瑶瑶的？凤瑶，害本王害得还不够惨吗？王爷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我可是月哥的生母啊！怎么能让月哥从小就没有母亲呢？你确定月哥是本王的孩子？王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本王就算是喝醉了，也分得清到底睡没睡女人。原来瞎眼爹不是真瞎呀，早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。父皇，柳凤瑶虽有罪，却也是月哥的生母，饶她一命。你要保她？不，既然她与大皇子情投意合，不如让她带着月哥去大皇子府，也免得儿臣枉做小人，害他们骨肉分离。可以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拉下去，再打50大板。皇上不要！皇上！打得好！还有大皇子居然睡弟弟的老婆，这放在古代可是要进猪笼的。1楼那么多人都看到，传出去丢死人了。还有你，廉耻都学到狗肚子里了，什么女人都敢睡！一起拖出去，打30大板！不要，父王，不要，饶命啊，父王！今天过后，大皇子恨透新姬女，大皇妃也不会让她好过。新姬女有的是苦头吃。袁明轩估计还为自己有2个儿子高兴，殊不知2个都不是他亲生的。宝宝，你说你爹爹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以前那么护着柳凤瑶，现在说送就送。心情不好呗，心上人跟他哥哥跑了，换谁都得气炸。绿萝，先带宝宝下去。不要，我可是你们的亲闺女，有什么我不能听的？小郡主，奴婢带你去花园玩。你要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承认之前受了柳凤瑶的蒙蔽，但我从未背叛过你，也从未碰过她。不可能，你之前不是经常在她那儿留宿？我那是以为你不喜欢我，为了让你吃醋才故意这么说的，没想到你一次都没生气，我才更想逼你，哪怕一次在意也好。不对，还有一次，不然你怎么会以为月哥是你的孩子？我当初是被大皇子下了药，后来他就说她怀孕了，而且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能让他名声受损，这才让他进了王府。后来听了宝宝的话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那你还为他冤枉我，还差点害死宝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
是我混蛋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罪该万死。但你信我，你才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。小郡主，你说你娘亲和夫君还能和离吗？悬了，我娘脸红了。50万两，把家底掏空都凑不齐。大皇子这些年骄奢淫逸，府里早就入不敷出了，一直拿着娘娘的嫁妆贴补着。他去偷腥，惹怒了皇上，还要我帮忙。哼，哪来的脸呢？这钱让他自己还。娘娘，翼王妃带着小郡主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算了，让他们来吧。大皇妃好。娘亲快点，心情你过得那么惨，这热闹可不能错过。我怎么能听到小郡主的心声？翼王妃好，先坐吧。今天过来有何贵干呢？唐姨果然人如其名，长得冷冰冰的，谁想到性子如此火热。大皇子当初对冰糖姨姨一见钟情，可姨姨已经有一个心悦的男人了。这事儿冷府的人瞒得可严了，这小丫头怎么知道？冰糖姨姨也是个厉害的，知道拒绝不了太子，直接和心上人睡了。谁知道一举得男，要不是冷府买通嬷嬷伪造早产，这事就暴露了。这小郡主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这事儿要是让皇后和大皇子知道了，冷家全家都逃不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弄死这小丫头。可惜他以为他的心上人跑了，殊不知他早死了，就埋在他们约会的合欢树下面。当初他们私会的事，冰糖姨姨的娘发现后，她找了那个心上人，心上人担心连累姨姨，就上吊了。唉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宝宝，你怎么什么都说？万一让大皇妃听到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大皇妃，既然今日不方便，我们改日再来。娘娘，我家夫人伤口发脓，烧得直说胡话，求你！一个小妾也敢称夫人？张嘴30，给我拖下去，别脏了我的地。走！不要，不要！翼王妃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吧。打得好！以前他老帮柳凤瑶欺负我娘，活该！大皇子还以为自己有俩儿子多得意呢，其实俩都不是他的种。他有弱心症，根本生不出娃。哼，袁明轩，你也有今天。娘亲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！星际女的热闹我可不能错过。听闻柳凤瑶是翼王妃的堂姐，不如今天姐妹二人聚一聚。来人，去叫李太医看看柳凤瑶的伤。是。一人美心善，大好人呐！就是前世过得太惨了，好不容易对大皇子动心，拿自己的嫁妆补贴大皇子当皇上，殊不知他和柳凤瑶早就勾搭上了，纵容柳凤瑶将他们母子折磨死。去厨房拿点辣椒面，再拿点盐。大夫说这药效果最好，给他涂上。不要，我自己来。怪要拿辣椒粉和盐，原来用在这儿啊！柳姑娘还是忍忍吧，这可是好药，大皇子知道了才放心。姐姐，你有上好的膏药，你借我点。不抢，用完了。什么？你哇哦，皮开肉绽还撒盐，这是要腌肉吗？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不安分的下场。
别急，柳凤瑶这伤势严重，这药一直上到晚上才有效。这才大早上，离天黑还早得很呢。西西，你有苦头吃了。你看看你，想玩什么样的女人不行，为何非要那个贱货？现在好了，你要那女人怎么办？母后，柳凤瑶是我送给袁弘毅的，月哥也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想用我的血脉去重温翼王世子，就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喜欢那个赔钱货。你真是……算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就帮你一把吧。母后，你有办法了？过些日子就是那个元宝宝的周岁宴席，等他一死，月哥不就是翼王唯一的孩子？今天是小郡主周岁，来，喜欢什么抓什么。小郡主怎么抓个小香炉？不会以后要出家？这香炉看着不起眼，却能把小郡主吸引住，别是什么不祥之物吧？那头黄金里藏了慢性毒，只要我碰了，慢慢就会变虚弱，真是坏心思。来人，把这套抓周用品拿去彻查。这个没问题，这是传说中的炼丹炉，我长大用它炼丹。那个不用，留给小郡主玩。是。王爷爷，查完把毒弄掉，金子记得给我，别浪费。小财迷啊！来人，给小郡主重新打造一套抓周用品。这不是皇后的贴身侍女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小郡主下手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奴才没有下毒，奴才只是听说小郡主周岁，所以特意找人打造了一套黄金器具。奴才真的不知道里面有毒。装，接着装，眼睛都不敢看皇上，一看就是心里有鬼。皇上，这件黄金物件上确实涂了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味，孩童体质弱，若佩戴，不出半年便会日渐虚弱，最终看似风寒病逝，很难查出端倪。好阴毒的手段！来人，张嘴20，看他招不招！奴才真的不知道，皇上明察。不说是不是？那朕就把你的家人还有打造金器的工匠全都抓进大牢，严刑拷问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他们的骨硬。肯定是把牵连幕后主使，这宫女倒是忠心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皇上，人都已拿下，可无论怎么问，都说不知情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皇上，小月是本宫的贴身宫女，皇上一声不吭就拿人，是觉得本宫治下不严，还是没把本宫放在眼里啊？此人在给小郡主的抓周用品上下毒，想害小郡主性命。这竟有这种事？是谁这么大胆子？可是皇上，就算要查，也不能如此兴师动众，牵连无辜啊！无辜？那也得真无辜才对。皇上，当年若不是我父亲手握兵权，全力辅佐你能否坐上这个位置还未可知。如今你竟为了一个刚满周岁的便宜货怀疑我。他是便宜货，背着皇爷爷找亲头，还好意思在这里装委屈。哼！皇上，您是搜也搜了，查也查了，可找到您说的那个野男人了吗？找不到，外表没有。皇上冷落臣妾多年，臣妾依旧尽心尽力打理后宫，为君分忧。如今皇上竟为了一个猜想，怀疑起我的清白。皇上，您是觉得我们江家兵权在手，碍了您的眼，所以想借这事儿过河拆桥吗？皇后娘娘的姘头是男人，也可以是女人，后宫只有女人能自由出入呀。不用找男人了，去查最近
谁和皇后走的最密？尤其是宫女和后妃。少了，是4个呢。皇后娘娘还把他们的事写成花本子，藏在床板夹层里，文采可好了。把本子上提到的4个女人都抓起来，带去刑事拷问。是。皇上，其中2个招了，他们承认是皇后在抓周用兵里下的毒。哼！你宫里的人都招了，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我是皇后，你不能动我。对，我江家手握兵权，你动我试试。皇上，小女纵然有罪，也该从轻发落。皇上若是非要治她死罪，那老臣手中的10万兵权，怕是保不住这京城的安稳啊！皇上，小女纵然有罪，也该从轻发落。皇上若是非要治她死罪，那老臣手中的10万兵权，怕是保不住这京城的安稳了。哟，这老头还敢提兵权？承德8年坑杀3万大军当炮灰，还得见10万人枉死，这招还没算呢。皇上，皇后是您的结发妻，大皇子是您的长子，你又何必做得这么绝？只要您赦免他们，再将翼王一家打入天牢，立月歌为翼王世子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关你差不多，你还抢手下功劳给儿子，大儿子抢了王副将的战功，二儿子冒领了先锋营的显功，最可笑的是小儿子上了战场吓得尿裤子，靠200兵士垫背才活下来。朕要是不同意，你该当如何？皇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老臣手握虎符，将士们唯命是从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10万将士便可攻入京城。唯你命是从？那些被你当炮灰的士兵夜里没托梦骂你吗？小儿子尿裤子的事，军营里早看成笑话了。要不是有虎符，他们恨不得杀了你。这是造反！以为将士们真的服你吗？他们恨你，把3万弟兄当人肉盾牌，恨你抢了别人的功劳给草包儿子，拿他们的命换荣华，你还敢说唯你命是从？事到如今，我就是造反又能如何？我手握重兵，皇上若是识相，乖乖的让位给大皇子，到时候你仍是太上皇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不然，休怪我用强了。让你输，给你个香蕉皮摔个屁股墩儿！皇上，莫要逼老臣。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？摔得好，这半身不遂，这辈子起不来。蒋老啊，你说将士们信服不信任，现在虎符在朕手里，你觉得他们会听谁的呀？参见陛下。回陛下，蒋老中风了，下半身怕是再也动不了了。太爹，传朕旨意，废皇后姜氏，打入冷宫。大皇子袁弘轩削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永进宗人府。不，皇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姜家的女儿。姜家，从今往后再无姜家兵权。这是疗伤的药，拿去好好恢复吧。你
你会什么好心？大皇子已经被废了，我也跟他和离，准备带着儿子回冷府。至于你，就留着和大皇子好好享福吧。我和大皇子勾搭在一起，可不是为了过苦日子的。我要的是荣华富贵，事到如今，只能找他帮忙了。去，帮我把那只信论拿来。是。这个柳凤瑶真是个废物，看来这个棋子废了，该再换一个。